家長，如果你哋嘅小朋友成日喐嚟喐去，咁你一定要揾出佢嘅原因，點解喐嚟喐去呢？咁喐嚟喐去坐唔定呢，一般嚟講呢，我哋覺得係有風，有風呢係不由自主嘅動為風，因為佢唔能夠控制自己。而呢一種喐動係原因係乜嘢原因呢？我講個其中一個舉個例子俾大家聽下。由於個小朋友咧，佢鼻塞、鼻敏感，或者佢唞唔到氣，唞唔到氣嘅情況下咧，佢不定時咁要喐嚟喐去，揾得出一條容易唞氣嘅動作或者姿勢。舉個例子，佢咁樣啊，原來咁樣佢個空氣咧係容易達入佢個鼻窿度，咁佢空氣入到嘅時候咧，個腦咧就可以完全放鬆到同埋釋放。因為咧個腦缺氧嘅時候咧，個人咧就會處於一個猛震嘅狀態啦，喺個心跳加速啦，個人情緒唔穩定嘅狀態嘅，呢個咧就叫慢性缺氧，或者佢個腦部缺氧。咁呢個缺氧咧係會導致佢嘅人集中唔到精神，讀書讀唔到，唔開胃、唔食嘢、唔瞓覺等等一系列嘅問題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佢係因為鼻敏感而鼻塞，而見到佢成日喐嚟喐去、走嚟走去嘅話咧，主要源頭咧唔係撳住個溫條片鎖住佢係冇用嘅。一定要解決佢鼻敏感原因。咁如果佢解決到鼻敏感嘅問題咧，佢呢個唞氣唞到咧，佢好快咧就唔會喐嚟喐去噶啦。咁如果家長你個仔或者你個小朋友經常喐嚟喐去，個腦好似有問題嘅話咧，歡迎過嚟我同你 check 睇下個鼻有問題，定係個腦問題。